全台湾的厝价拢直咧起。顶礼拜，财政部找6都甲新竹县市开会讨论囤房税了后，也传出讲桃园和高雄拢宣布讲要开始有关或者是扣囤房税。针对着愈来愈悬的厝价，时代力量新竹党团也要求讲新竹市政府就要赶紧来推动囤房税。新起的大楼长咧赶工，新竹县市这几年的厝价悬甲会惊人。时代力量新竹市党团指出。 新竹市尤其是东区的平均价效，一档内已经起了10外%，要求新竹市府应该针对囤房税进行讨论。我们不是要课税，而是要借由提高房屋持有的成本，去鼓励那些多户非自住者将未居住使用的房屋出租，提供给更多的民众居住的时候。 这个房子可以发挥居住的功能，希望我们新竹市政府能够加快脚步来推动囤房税，来新建社会住宅，让我们的幸福城市是真正的祝你幸福。新竹市因为有科学园区，佮加上起厝成本增加，想要买厝，家己大的人拢化工已经挡袂牢。 其有税务局表示，会可在建议修正囤房税。有关这个部分，我们新竹市会先看其他县市的做法，然后我们会研议处理。目前新竹市针对不是家己大的厝，是采用单一上加1.5%的房屋税。议员表示，新竹市的空厝数量有16000外户，必须要提出政策，避免空厝伤济乱象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